一季度一次嘅澳門樓市報告。喺今年嘅1月1號咧，澳門推出咗600萬嘅免稅政策。咁加上香港嘅樓市大升啦，喺兩項嘅利好因素底下，會唔會影響到澳門嘅樓市谷底反彈啦？咁今集會同大家咧睇下上半年各項樓市嘅數據變化。先講下成交，喺上半年咧差唔多有2100單嘅成交，比起上年咧就多咗差唔多52%，創咗5年咧同期以嚟嘅新高嘅。價格方面咧，從第一季度嘅72,600平方米咧，跌到落第二季度嘅68,000蚊一平方米，即係大概4,400蚊尺左右折合，咁啊創咗13年幾嘅新低嘅。上升價跌嘅主要原因咧有兩個，咁第一咧就係第一季度大部分以新盤成交為主，而近期嘅新盤咧好多時咧都會有贈送裝修啦，或者係優惠價買車位咧用嚟吸客嘅，咁導致到咧價格咧會被拉高啦，而包含咗其他嘅費用喺入邊。而踏入第二季度咧成交係以二手為主啦，咁所以導致到咧成交嘅價格咧係會圓形。咁第二個成交量上升嘅原因咧，當然係受政策嘅良性影響拉動咗成交。咁亦都有唔少嘅人咧趁住政策係免稅啦，咁亦都做出一啲家庭或者公司嘅資產配置而導致嘅。總結一季度咧就係受香港嘅火熱帶動啦，同埋政策嘅良性影響。二季度咧政策嘅效力減弱，同埋數據咧開始回歸現實。咁我哋嚟睇下買家組合，去年首5個月非本地嘅買家成交量咧係146單，咁啊今年咧跌到得返67單，係去年同期嘅一半，同香港大量外地人同埋資金嘅情況完全唔一樣。非本地人咧只係佔到2.5% 嘅啫。咁主要原因係外地人唔喺免稅範圍之內咧，同埋對佢哋嚟講咧，澳門冇太多吸引佢哋嚟嘅誘因。澳門嘅樓市咧仍然係以本地買家為主嘅。咁喺成交價錢範圍方面咧，目前澳門最好賣嘅價錢範圍咧係400萬至到599萬嘅物業，比例接近30%嘅，而且仍然有上升嘅趨勢。其次係200至399萬係有25%，200萬以下係21%，600萬至到799萬咧比例漲幅係最大嘅。再睇下成交面積段，目前澳門最好賣嘅面積咧係50至99平方米，佔超過一半，而且個比例仍然係上升㗎。再睇下租賃市場，整體嘅租賃市場表現咧係比較好嘅，全澳門嘅租金環比係升咗0.9%。按分區嚟睇咧，升幅最多咧係氹仔舊城及馬場區，升咗3.8%，其次係青洲區升咗3.4%。咁其餘望廈同埋水塘、新口岸、外港南環、新填海區、氹仔市中心、路環都係升咗2% 以上嘅。而跌幅最大嘅3個區域咧，分別係南西環及主教山跌咗4.3%，林茂塘跌咗3.1%，高士德及下廉塘跌咗2.4%。按面積劃分咧，100平方米以上一個價格咧係升咗0.2%，細單位咧有輕微嘅跌幅。咁可以睇到咧，其實大單位係一路向好緊嘅。最後對澳門樓市下半年作出一啲預測。咁雖然咧而家已經係跌到13年前嘅樓價水平，再加上咧上半年好似升咗50% 嘅成交量，但我依然咧覺得第三季度咧係非常大嘅下行壓力嘅。咁唔好唔記得咧喺疫情之前咧，其實過去嘅30年啦，澳門嘅樓市咧平均每年嘅成交量係超過1萬單嘅。咁當然有時多有時少啦。咁只係得2000單嘅成交量咧，係不足以咧將全部嘅平貨咧消化咗嘅。第二咧，澳門下半年係冇咩新盤推出嘅。咁雖然咧供應量少咗，咁但係咧單靠二手咧冇一手嘅帶動情況下咧係最難知嘅。加上免稅政策咧亦都效力減退啦，預計下半年嘅市況咧都唔會有太大嘅起色嘅。第三咧，銀行喺預期大環境可能會加息嘅情況下咧，其實近排係緊咗嘅。對於批嘅成數咧同埋利息都稍高咗，咁所以亦都係阻礙咗買家入市嘅一個想法。總體上半年其實核心藍籌屋苑咧已經回升咗1成，但係大部分非核心區域咧依然係跌緊嘅。咁預期第三季度咧早前回升咗嘅藍籌屋苑咧可能會打回原形，而交投比較稀少嘅一啲舊樓咧需要下調價格咧去穩承接。預期咧第三季度澳門嘅樓市咧肯定係會面對比較大嘅挑戰同埋壓力㗎。各位如果有興趣買樓嘅朋友咧，建議都係審慎一啲比較好。咁當然啦，有危亦都有機，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咧買啲心頭好。咁我個人咧長遠都係睇好澳門嘅大單位嘅。最後同大家介紹下嚟緊會推出嘅線上競拍功能。咁啊過去澳門咧大家做買賣咧都係以直銷啦，或者有時以招投標為主。咁今次呢個線上競拍咧俾大家有第3種方式咧去進行買賣。大家只要喺小程序搜尋澳門找房或者下載澳門找房 APP， 打開就會見到澳門競拍呢個功能噶啦。